Hello，各位錢幣郵票發燒友，大家好啊！我係你哋嘅老朋友珍稀拍賣公司宣傳大使嘉琪啦。今次我真係激動到瞓唔着，因為珍稀2025年冬季拍賣會即將爆發，呢場絕對係年度最重磅嘅一場。拍賣日期係2025年12月10號星期三朝早10點正，地點喺尖沙咀彌敦道50號金域假日酒店 B3 麗晶廳3。預展已經熱烈展開，由11月24號到12月9號，每日中午12點到晚上6點，歡迎嚟中環永吉街6到12號成利商業大廈9樓意佛珍稀拍賣有限公司，親手摸實物，記得打電話23231884預約啊！好啦，今日我同你哋慢慢拆禮物，逐件重磅拍品同你哋詳細傾過，保證睇完即刻心跳加速，想舉手，準備好未？一齊嚟啦！首先一開場就已經非常厲害，拍品31，1942年英屬馬來亞貨幣委員會100蚊，喬治六世頭像 A1 頭冠，大漂幅高面值。呢張係二戰時期馬來亞最罕有嘅代表作 ，PMG 30有少少墨，但歷史價值冇得頂，起拍只係港幣12000蚊，抵到喊啦。接住拍品34，1935至1936年泰國10株同20株一對，三頭像經典設計，兩枚都 PMG 25，成套只係1500蚊，超級入門之選。拍品35，1936到1939年法屬東方匯理銀行100蚊 ，PMG 64分，品相靚到發光，法屬印支風情滿滿，起拍4000蚊，值得衝。拍品56號玩到爆，1954年加拿大1蚊簽名，錯位錯體 PCGS 66 OPQ， 錯體收藏者一定要搶，起拍只係2000蚊。好，進入晚清官鈔重磅區，我最興奮嘅部分。拍品97，光緒24年山海關內外鐵路局5蚊庫存票，大票幅 PMG 58，鐵路題材超罕有，起拍15000蚊。拍品98更加誇張，北洋天津銀號3元庫存票，李鴻章頭像，呢張係晚清官鈔嘅天花板級藏品 ，Norman Lin 舊藏 PMG 58，品相極靚，起拍2萬元。拍品100，光緒34年信義儲蓄銀行天津5蚊，極級罕有 ，PMG 20有修復，但乾淨，1萬蚊起拍。拍品112，民國元年中國銀行廣東10蚊皇帝像，當時最大面額，嚴歐客、湯瑞雙簽名 ，PMG 50，起拍都係2萬蚊。民國元年鈔票唔可以錯過，樣票王者區，慢慢睇，慢慢品。拍品151，1929年麥嘉利銀行天津50蚊庫存票，高面值極罕有 ，PMG 63 2萬蚊起拍。拍品153，1930年麥嘉利天津5元武士指示式樣票，正反兩面華德路黑初 ，PMG 66 EPQ， 全世界最高分4枚之一，25000蚊起拍，樣票迷要瘋狂。拍品156，1904年匯豐上海10蚊樣票 ，PMG 66 EPQ， 最高分2枚之一，品相完美到喊，1萬蚊。拍品158，1920年匯豐天津10蚊樣票，都係1萬起拍，天津版更加少見。拍品163，1905年美商花旗銀行上海10蚊，真正行用過嘅花旗鈔極少見 ，PMG 58,000蚊。拍品171，1924年國民商業儲蓄銀行上海1元樣票66 EPQ，Norman Lin 舊藏1萬。拍品173，民國13年50蚊單面樣票一對，63分16000起拍。拍品174，1923年工商銀行5蚊樣票65 EPQ 15000。郵票區有經典，拍品189，1962年紀94，梅蘭芳舞台藝術8全新票，上中品預覽一定會愛上，起拍2萬蚊。拍品204，1949年人民銀行200蚊排雲墊 ，PMG 64 4500蚊，超值。香港老港鈔重頭戲開始。
拍品754， 1941年香港有利銀行10蚊，真正發行過嘅有利鈔極罕有，印色靚到發光。PMG 25有少少瘦，但值得16000起拍。拍品906， 1937年有利100蚊手簽 ，PMG 15但保存完好，20000蚊。靚號王者區，我要尖叫。拍品786係今次最大炸彈。2001年匯豐50蚊，全套11枚靚號，包括有1號仔、全1、全8 100萬號等等，全套評級起拍5萬蚊，靚號黨準備搶爆。拍品808， 1982年渣打100蚊，全1 PMG 67 EPQ 2萬。拍品810， 1993年渣打500蚊，全6 PMG 66 EPQ 15000。拍品821， 1995年渣打500蚊，全8 PMG 66 EPQ 2萬。拍品822， 1996年渣打1000蚊，全8 PMG 67 EPQ 超難得35000。再有幾張老匯豐極品。拍品836， 1930年匯豐50蚊手簽飛輪，品相清麗 ，PMG 53 18000。拍品869， 1956年5月匯豐100蚊嬌紅色，仲有凹凸 emboss 成手感 ，PMG 66 EPQ 32000。拍品920同921， 1947年匯豐500蚊，連號2張 ，PMG 58 EPQ， 每張15000。拍品927， 1968年匯豐500蚊 ，PMG 67星 EPQ， 全世界獨一無二嘅冠軍，分3萬元。拍品960， 1986年匯豐1000蚊 ，PMG 68 EPQ 最高分之一，13000。拍品894， 1961年至1970年渣打銀行100元 ，PMG 65 EPQ 極難得，起拍價港幣15000蚊。拍品901， 1979年香港渣打銀行100元，頭版 A 字冠，難得66 EPQ 佳品，起拍價港幣4000蚊。拍品939， 1959年渣打銀行500元，稀少年份，原子評級品，起拍價港幣15000蚊。拍品944， 1989年1月香港渣打銀行500元，子彈拍場極之少見，難得66 EPQ 佳品，起拍價港幣6000蚊。哇，講完我個口都乾晒。今次珍稀2025冬季拍賣真係藏品多到爆棚，由二戰名鈔、晚清官鈔、洋票王者、靚號港鈔到經典郵票，全部都係可以傳世嘅真品。至於今次冬季拍賣會嘅精品錢幣推介，我會喺另一條片分享。記住12月10號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麗晶廳3等緊你哋嚟舉手，記得由而家到12月9號嚟中環預展，親手摸實物先知有幾靚。另外仲可以預先喺珍稀拍賣線上程式預先或者即時參與拍賣，有任何問題隨時打23231884問我哋啦。我係嘉琪，多謝大家由頭睇到尾，我哋拍賣場見啦，拜拜。